云林的斗六有一间材料公司，热心公益，花开在地，捐赠到4000外套的生活防疫用品，予医护甲老人福利机构，由云林县政府代表接受。 老大人一路充满活力的舞蹈表演，为这摆捐赠仪式起鼓。除了就是一间材料公司，为了要予云林县内老大人有上好的照护的资源，交付4000外套医疗级的承包组，防护衣等等的生活用品。在云林县这个地方发展，能够也给云林县一些小小的回馈。 这用品会提供予县内老人福利机构、心脏机构等等单位，帮助这人会使得到上好的照顾。医护相关的这个机构，通通能够受惠，直接帮助我们需要照顾的这些长辈。县长嘛希望透过这款的善行，会使鼓舞其他的企业响应，做伙让咱的社会更加幸福温暖。 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